头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咱的预防社已经强要注甲打底啊！加在即马传来好消息，就是咱台湾家己买的 AZ 预防社，伫昨下晡又搁送52万4000吨来台湾。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有预防社就会继续开放，予民众注射。一箱一箱的新冠疫苗为货仓内底搬出来。地勤人员清点确认无问题了后，就随送去冷链仓储做疫苗检验防检的流程。国内家己采购52万吨 AZ 疫苗，12中昼12点为万国起飞，而且伫下晡3点40分的时阵送到台湾。那这52.4万剂它施打的一个目标对象群原则上还是会往这年龄层再往下来做开放。不过细节还要尚待我们在做整体的剂量相关的一个讨论。基本上，大概我们每次都还是会对第二剂的，如果时间已经到的，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保留。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去年10月底甲 AZ 公司签署1000万吨 AZ 疫苗供应的合约。3月初3已经有11万7000吨送来台湾，7月初7有62万6000吨，7月15是56万吨，7月27是58万2000吨，佮加上8月12的52万吨，会当小可消透对 AZ 的需求。因若莫德纳疫苗初步估计剩无100万人会当注，不过意愿的登记目前有400万人。顶一日指挥中心捌宣布，注2吨疫苗人的时间为28天延长到10礼拜至12礼拜，即嘛无排除会阁延长注2吨疫苗之间人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以这样到12周为规划，那不排除延长的可能。那当然就是整体还是要它整体进货的一个情形来做一个安排。最近有美国联邦参议员讲，美国会阁送予台湾400万吨疫苗，不过外交部出面驳回讲，这是讲了唔对去。指挥官陈时中嘛强调讲，也是爱以外交部的信息为主。伊认为讲，这个参议员心内可能有这个想法，希望会当阁送台湾疫苗，不过目前也无这个计划。虽然是安尼，也是真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日本的防卫大臣接受澳洲媒体访问的时是表示，中国想要用武力改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咱台湾敢无安全，会影响日本甲全世界的局势。所以，伊是呼吁澳洲爱带头做带头的角色抵抗中国。咱总统蔡英文伫昨昏嘛有接见澳洲新上任驻台湾的代表的时，咱总统是表示，嘛希望澳洲会当互咱台湾搁较侪支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昨日新报甲墨尔本世纪报12分别刊出共一篇报道，标题是日本呼吁澳洲的领导抵抗中国支配印太地区。岸信夫伫咧访问中讲，中国甲台湾之间的军力差距一年伫咧扩大，中国想要伫咧2049年以前统一台湾，伫过去1年来出动超过300台次的军机侵了台湾。伊也强调，台湾局势稳定。唔那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稳定也真重要。伊希望澳洲伫咧东南亚甲太平洋地区带头对抗中国的影响，也将其澳洲积极应对，量早实现日本所提出来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蔡总统12接见澳洲新任驻台湾代表陆正仪的时阵讲，台湾澳洲理念共款，共享普世价值。台湾愿意持续和澳洲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促进稳定繁荣，也盼望在未来澳洲能够继续在国际上给台湾更多的支持。蔡总统也希望台湾甲澳洲会当赶紧开始经济合作协定 ECA 的谈判，带动台湾甲澳洲新的合作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中南部不时会落雨，大台北地区过道的西北区恐惊嘛不加大阵，乡亲爱细致。咱先来看温度。今日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今仔日有局部地渐雨，北部东半部是过道了后会落西北雨。大台北地区热对流的发展有较旺，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过道的西北雨恐惊不加大阵，乡亲一定爱细致。伫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1度至36度。花莲、台东、南投有道黄色的高温灯号，高温会升到36度。另外，伫菲律宾东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会增强变做今年第12号的风台，也毋过变数也真大，也阁爱观察。做伙关心顶一日南部落大雨，高雄桃园区的明北溪路桥，互大水冲断去。
桃园区的代表谢基珍去当地了解状况，关心民众，宣布设置予大水冲走去。警消有出动去找找，也毋过到今还未找到人。立委吴丽华伫河边一边一边救命，甲桃园区代表谢基珍3天前才相对面，无想到煞发生意外，谢基珍落落水失踪。本来叫他说不要下来，因为50年了。他们说突然那个50年很久，他们就下到河顶，刚好到中间就爆涨了。军国公路总局所提供的都市，谢基珍落落水的所在，好亲像就是桥梁劈山的地点，离桥面无偌远。不过迄个时阵水正窜流，土石流范围正宽。谢基珍跋倒了后，做伙行的桃园区复兴里长江伟明无法度救掉的，然后土石流冲3-4公尺远。警消持续出动搜救人员甲搜救犬，12中昼开始沿河一直找，不过找无。我们还有加派三支搜救犬，针对它的灵敏的敏锐性，然后去附近沿岸做一个搜索。那因为河面比较宽、比较长，所以我们也有加派了4台的空拍机做空中的拍摄。为了避免影响救灾，也烦恼民众过路去，公路总局严格禁止附近的路段为事发地1公里外，拢禁止一般的人员进出。公路总局也呼吁山区的居民耐心听候，公路单位会赶紧甲便道修理好。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南部落大雨，传出灾情，伫家己的阿里山冒山壁放落来，阻碍交通。地区有几名旅客即马调伫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目前还有15个人调伫山区，已经调要1礼拜。若是佫无法度落山，因的牛草嘛就要大地啊。今天抢通的进度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大概10公尺左右。灰色的路高每甲坐坐石头顶伫车路的，好受困的人员是真着急。因为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有4个旅客甲11个工作人员已经调伫遐6天的时间啊。初一透早3点外，家己阿里山2万边车头对外的车路，因为落大水雨边坡绑起，路转规个袂通。在9号的时候，有一组客人2户的家庭搭着板车，我们中心有一位同仁陪同下山，到阿里山车站转乘车辆下山。受困的第3天，有8个人已经先落山。虽然活动中心的水电供应拢正常，还佫有一寡肉通食，不过受困到今已经6天，通好食的菜已经拢食了啊。这个员工高不离中，就爱去附近买野菜来食。另外，车路绑起已经几啊天啊，旅客甲员工拢真着急，因为毋那人无法度出去，准备要去山顶的旅客，嘛是去到入口才知影路袂通。太多的旅客，他们都是已经到达山路口这一边要进来，才发现路坍塌的部分，而且非常危险。虽然乡公所车站就赶紧去修理车路，不过因为崩了真严重，加上天气的影响，进度无法度真紧。这一次的塌方崩伤非常的严重，林务局啦、县政府啊、乡公所还有相关的单位，我们协商结果，我们乡公所先把道路打通。乡长希望12车路会当修理好势，不过因为大雨一直落袂煞，工程人员按算上紧13路才会通。还佫调伫青年活动中心的人，虽然烦恼修理车路的工程人员因的安全，嘛希望进度会当较紧的，互因会当赶紧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因为大水雨的关系，台中大家的天点山看风景的平台煞熊熊放起。不过当地民众讲，近摆若落雨就会放，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啊。画面内底即个基座的条下底的土拢无看啊，边仔的雨浪嘛强要落落。台中的景点大甲铁点山，这个观景平台伫咧落大水雨了后，地基的土沙是拢规个冲了了，看落是真危险。这个观景台是有量迄个土地量较宽。量差不多4公尺，你看像这边，就是安怎慢慢啊放，这边放了是搁较严重啊。观景平台已经有9封锁线，在地民众虽然感觉真无奈，不过看到这个情形，敢若是真肃常。伫大家铁点山远远看去，会当看到大甲溪、甲台湾海峡，还有中部沿海地区，真侪游客拢真介意来遮看风景。不过，变若落雨就会崩塌的情形，当地里长认为可能甲土木本身有关系。因为咱遮的土，唔是讲像咱山顶的这个大的石头的土，咱遮拢全做软土加细粒石块呢。小可落雨落就一直崩落来。令景观平台部分已于第一时间拉上封锁线，禁止民众进入。后续将尽速纳入灾害复健工程办理评估，研议改善。
台中市管理局表示，已经有请水利局、甲林务局当时林区管理处共同会勘，要来研究解决的办法，嘛提醒民众，进前落大水雨，山区的土坝含水量是真饱甜，可能随时会有崩塌的风险，请民众尽量唔通去山区，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研院前院长洪启辉因为无老实申报财产，无主动讲利益冲突，互公务员调解委员会进行改。为着要变官，有3个监察委员提出新的调查报告，伊嘛摕这份报告提出上诉。调解法院请监察院甲洪启辉本人来说明看法，结果监察院写2份报告，2份意见书，看法是天差地地，这嘛互法官看甲硬气。再看《中国时报》。东京奥运，咱台湾队创下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嘛，互大家开始来关心体育。也毋过，却传出当日备战，伫后个月要去参加欧洲杯资格赛的咱台湾女子骹球队，伫国家训练中心训练的时，中心是以防疫做理由，因袂使用便所，若要换衫就要去流动便所，洪批评无尊重运动员。若练习的运动场场地嘛有破空嘛无白，昨昏经过抗议，国家训练中心是表示会赶紧量查改善。来看《自由时报》，全国的中小学拍算9月初1要开学，教育部按算伫开学进前，要互中小学的老师甲员工全部拢爱做好头一档预防射。头一批有做名册的33万人，已经有超过30万人已经做好射啊，注射率有9成。若补习班的人员，头一批做名册的有5万多人，注射率嘛已经要活7成。学校8月份才新讲位的老师、代理老师遮的，伫上换8月16后礼拜买当开始注射。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有2个大病入境案例，也有1个人死亡。指挥中心嘛宣布讲，要加条件开放民众会使去长照中心看时段。点过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即嘛是暂时公布要开放。另外，针对咱台湾甲别地的旅游气泡，伫8月14明仔载会使出团啊。也毋过有人烦恼讲，转来台湾了后，检疫无够严格，可能会造成防疫空棚。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4、12新增加4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3例上侪，国内是新北市1例，各新增加1例死亡个案。本土的案例有4例，那其中有区隔里面是一个区隔阳性，好，那目前还有2例好的关联不明哈，那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疫调。考虑到疫情转好，指挥中心宣布有条件开放大塑型长照机构访客探视。除了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地区，其他县市拢开放探视。不过访客爱提出前3天内自费体检阴性证明，嘛都爱落实医药制、实验制。每一个住民大概访客人数袂使超过3人，而且爱专程挂喙罨。台北市和新北市仍然属于我们中高风险的区域，所以先没有开放。但如果疫情随着疫情的减缓如果再从中高风险名单上面拿出之后，就会再来开放。另外，北流旅游专案展开了后，旅客往回需要5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佮加9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外界烦恼讲是毋是检疫的上令，今讲甲开放机组员边境管制3+11的这个老胖同款。对这件代志，陈市长是讲，机组员甲陆副的员工感染是规定社会，毋是社会老胖。3+11这样的政策里面，并没有影响到社区。那当然有一些机组员跟家人，还有诺富特里面的一个员工，所以不算他是在里面一个事件，好像是一个群聚的事件。并不算是一个社会的破口。陈市长是讲，别流境内已经全部做过疫苗啊，本土阁无病例，咱国是用包机的，也无甲其他国际线旅客相拦，算是安全的航线。国人出海进前也拢有 PCR 检测，回国阁做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完成了后，就要阁做一个 PCR 检测，防疫应该是算真完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伫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3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820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
伫日本是超过10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700万例，印度超过3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62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646万例。来关心Delta变种病毒伫美国军家，预防社注射率愈较低的少年族群，嘛有真侪人去卫着。地区病院即马已经强要无法度负担。另外，加州是要求所有的公私立学校老师甲人员一定要注意预防针。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第4波新冠疫情的重灾区，顶礼拜开始，单院确诊患者人数一直创新高。牛仔良高区这间病院病床满载，医护对Delta变种病毒的高传染甲致病性真烦恼。And people are getting sick so quickly this time. They will be talking to you, and within hours, we're having multiple people at the bedside doing emergent procedures. It is so scary. You don't want to end up this way. This is the scariest I've ever been in my whole life. You take breathing for granted. 新一波的患者中，少年族群增加，主要是因为老大人大多数已经注疫苗，免着动静断线规矩。26岁杰洛米身体臃肿，表示家己无需要疫苗，想袂到也去互病毒拍倒断线。佛罗里达州15岁少女经过动静病柜，伫刚好病房用呼吸器大几个礼拜才捡回一命。伊出现呼吁民众唔通过抗拒疫苗。I think you guys should take the vaccine. It's very important. I don't want nobody to go through what I went through, and I don't want anybody's parents to go through what my parents went through and seen. 虽然变种病毒来甲真凶，美国各地对疫苗甲喙暗等防疫政策呈现一国两制的分裂状态。南部共和党执政的州疫苗注射率特别低，加州是首先全国要求州内所有的学校教职员拢爱注疫苗，若无需要定期进行体检。州长纽森讲，伫学校全面复课时阵，需要互家长相信囡仔会安全。期待新学期所有学校拢会当到教室上课。不过另外一边也有医护人员加白仔反对加州强制公务员甲医护注疫苗才会当工作的命令。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纽西兰是宣布讲，上紧伫明年初因会放零游客入境的限制，会互疫情风险较低国家，而且有做过2档预防针旅客入境纽西兰了后，唔免隔离。受疫情影响，纽西兰原本甲澳洲的旅游气泡暂时划停。伫各国疫苗注射比例增加，开放已经做完疫苗的外国游客入境观光的时阵，纽西兰12嘛宣布，目前有缘采取甲病毒隔离伫国家外口的策略，要拍开国门，上紧嘛爱等到2022年。Rushing could see us in the situation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finding themselves in, where after sustained periods of case numbers falling due to vaccination, they're finding them rise again after relaxing their settings and opening their borders. So our plan is to reopen in a phased way, where we assess and check before we take each step.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表示，会伫今年年底之前启动一项自我隔离的测试项目，而且伫边境建立新的体检甲疫苗检验系统。边境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予为疫情高风险国家来的，而且已经做完整疫苗游客，用免隔离的方式来入境。That means the nature of your entry into New Zealand will be dependent on a couple of key things, in particular your vaccination status and where you have been for the last 14 days. Countries will be grouped according to risk. Factors considered will be the number of cases, prevalence of variants of concern, vaccination rates, and our confidence in the country's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outbreaks. 而伫第一阶段，为中国风险国家来的游客需要自我隔离，也是爱强制隔离14天才会无共措施。纽西兰因为实施强制防疫政策，和国内为疫情爆发开始，只有2904个人确诊，26个人病死过身，所以民众做完整疫苗的比例只有差不多17%。当局嘛敦促要加速疫苗注射的速度，互会当注射的人会当伫9月初1之前第一档有效注射，而且甲注射2剂疫苗中要6月时间改做6礼拜，确保互更较侪的人会当先注第一剂疫苗。国际新闻台是董炳义。来关心一架巴拿马籍的货轮8月11伫日本的青森8号港喙外口靠搭，船嘛断做2轨，船顶有21个船员，加载全部拢有救起来。根据 NHK 报道，这架排水量有4万吨的巴拿马货船，拜3的时伫日本青森港喙的附近的海域靠搭，结果船身嘛断去，断做2轨。
老远的面积已经超过5公里，加在船顶21个人拢互日本的海上保安艇救起来。登去的船体即马伫海面上浮浮沉沉，若是冲起较深的海域，可能就会沉入去海底。来关心阿富汗的武装组织塔利班伫头抢落来城市，昨昏又搁抢落来2个，全阿富汗已经有12个省会互因抢去啊！即马首都喀布尔附近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美国嘛赶紧派出3000个阿兵哥去保护大使馆的人员撤离。伫路的看到有人看到囡仔赶紧离开，也有人将所有家伙拢蹲在车顶。军用车开到阿富汗第3大城赫拉特，有人讲听到政府大楼内面传出庆声。塔利班12伫咧社群媒体放这段影片，也毋过毋知是真的也假。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كانوا لدنكم هذا يراد لا تم ياكم من داني لا ولا شو ولا لنجراني سنة فاتوا ده نبي لنجراني ورتوقوا رش ولا دي 无偌久之前，另外一座大城离首都喀布尔150公里远的加兹尼被攻占，通往喀布尔甲南部省份的一条重要公路被切断。这种情形敢若捌看过。20年前，美军甲北约的军队进入阿富汗，赶走迄当阵的塔利班，就是这种情形。真侪民众走到喀布尔，伫咧路边大步旁大。می بردن در خانه 3-4 دختر از نارین بردن در خود نکاح کردن ما مجبور شدیم که خدا کش شدیم 军事专家讲，阿富汗政府军已经无效啊。They're fighting for a government that is not giving them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The motivation for the Afghan military to fight hard and fight to the death for the government are very, very low. Meanwhile, they're going up against a force who believes it's waging war. To establish 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伫咧卡达杜哈举行的多边和平会谈也无进展。塔利班已经控制全国2/3的领土，会让想到喀布尔被围城，并且和塔利班提起的日子恐惊无远。美国情报官员本来评估喀布尔会当挡90天，不过即马认为是加30到60天。五角大楼也调派3000名军队保护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美国人员离开，也叫美国的公民赶紧离开阿富汗。同时强调未用喀布尔国际机场做指挥空袭的基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格兰西南部普利茅斯传出重大的枪击案，凶手伫大路开枪，造成侪人死伤。不过当地议员讲，这毋是恐怖攻击。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昨昏是搁一摆呼吁中国交出头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资料，来配合 WHO 调查疫情源头。来关心生产 BNT 预防射的德国院长是表示讲，咱台湾买的1500万吨 BNT 预防射已经约好交货的时间表啊。手续若是办煞办好势，就当送货来到台湾。来关心这届东京奥运伫柔道这个项目摕到银牌的选手杨永伟，疫情期满了后，昨昏是返去台中后里的厝里受乡亲热情的欢迎。另外，伫跆拳道摕到铜牌的罗嘉玲，昨下晡是返去伊的母校，去三芝国中墨管前学校、5毛学校，会当继续培养跆拳道的人才。柔道银牌得主杨永伟12检疫出关，随坐车返去厝。台中后里乡亲放炮迎接，亲戚朋友也带杨永伟到土地公庙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那现在就是想要能够好好的跟家人，就是享受这短暂的休息的时光，然后好好陪伴家人，因为毕竟太久没有回到家了，所以心情是有些激动。超过3个月无甲家人见面，杨永伟返去家乡，只地接受访问，佮礼貌甲大家致意，特别来好好享受甲家庭团圆的时间。伫东京奥运为台湾摕到跆拳道铜牌的19岁选手罗嘉玲，12下昼登到母校三芝国中，得到全场热烈欢迎。罗嘉玲搁较捐赠三芝国中甲三芝国小母校50万，要作为跆拳道队的培训经费。受了国中的帮助，然后国小的帮助，也才会有现在的我嘛。那就是饮水思源，其实真的蛮重要的。你有潜力，但是你还没有被入选到国家队，这种时候其实是最辛苦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回馈母校的原因，就是你可以培育更多好的选手。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他真的成就很好。
罗家良讲爱饮水思源，希望会当帮助基层产业的发展。佮较勉励学弟妹，若讲要选择行运动员这条路，需要打拼坚持，家己也会伫这条路上往前行，继续备战未来大小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甲乡亲，咱做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462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新北市是6848例，台北市有4836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2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是273例，台中有207例。昨昏有一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820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462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来关心新北市的永和某一个里有发生社区的群聚感染，甲大已经有5个人确诊，所以市府即马是要求规栋大楼236个人拢爱隔离。另外，台北市伫昨昏有新增加3例，其中有2例是捌去过信义区的百货公司踅街，所以昨下晡百货公司嘛有大消毒。台北市卫生局过去信义区消毒，信义区真侪间百货公司有确诊者的卡价，按15923也甲按15925拢伫11确诊。七月8日迄天共同去信义区踅街，先去远东信义 A13的机能糕店，过去美丰上高，尾也过去成功3月的 A8，这3间百货11全馆消毒。12远东百货的 A13停了1天，若是美丰上高美苑也甲成功3月的美苑，因为确诊者未入时啊，敢若美苑停24点钟暂停营业1天，其他老展正常营业。15923，我们总共匡列了28位，好，那目前有26位采检都是阴性，另外2位安排当中。那另外15925呢，我们匡列了这个接触者，总共有3位，好，那目前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台北市12新增加1个境外移入，3例本土个案，其中1例是好朋友画到的，2例感染源也搁咧查。同一天新北市无新增加个案，敢若1例是居家隔离阴转阳，是伫沙田埔去朋友画到的。新北市从很高点384都能够降到没有新增个案，都是谢谢大家愿意出来筛检、再筛检，我们才能有效控制疫情。永和所爆发社区感染，2礼拜来出现3例确诊，找到机动体检队进驻了后，到12中昼为止，拢总体检942人，有2个人阳性，累计有5人确诊。目前科列规栋大楼236人，并居家隔离，其中差不多有70人无法度伫厝的，1人1间，必须都要带入去防疫旅馆。在扩大采检中，就主动侦测到了2个同住的这个阳性个案。那一看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立刻启动这个全栋的一个居家隔离。永和机动体检站为12延长到14，市政府原来公布按15924的卡价，初3、初9、初10拢伫3联埔的大卖场、便利商店，也有洗衫店、水果店活动，鼓励市民出来体检，找出稳重的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进行5倍券的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是邀请民进党团做伙讨论。目前政府是规划伫10月份的时要开始实施，而且也增加免提1000块就当摕到5倍券的民众的数量，来照顾弱势。若针对有人建议分现金，行政院是表示现金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刺激消费。行政院拍算推动5倍券振兴经济，初步规划10月上路。行政院长苏贞昌12邀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来参详，除了完成规划经济弱势109万人由政府汇入1000块免费来换买5倍券，佮研究扩大包括着弱势族群在内免付1000块的对象。针对中央党团呼吁发现金，行政院是讲现金无法度互商店加度拍折，也袂当达成短期刺激经济。现金会拿去做什么？还钱啊？缴税啊，缴罚款啊，你能够限制它做什么使用？你不能限制它做什么使用。我们振兴券用了以后，你拿到振兴券商家还可以再循环、再使用。这个2000的纾困券不用现金直接领，民众可以一次领取5000元，分别有2000纾困券跟振兴3倍券。
或者分批领取。如果你手上比较紧，你就直接去领2000的纾困100元券。民进党内部对进行方案也是意见无同，包括着立委张嘉宾、郭国文讲5倍券的政策应该维持去年3倍券，加上免提现金，直接会当领20张纾困100元券，限制用伫零售、餐饮、艺文、旅宿4大行业消费。行政院是维持发放5倍券，无要发现金。消基会对这代志展开民意调查，要收集各界意见。那国库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纳税人。那纳税人对于这项支出一定会有意见。消基会是讲，有民众认为进行金额比香港、美国较少，国加上印这5倍券的行政费用爱20多亿，有人认为应该将经费改来做发放现金。消基会会将问卷调查民意提供予政府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真侪乡亲介意食海产，嘛有人真兴蚵仔这一味。咱台湾饲蚵仔的方式有真侪款。伫台南北门的罗德高，因是用徛蚵仔饼的方式咧饲，饲出来蚵仔是清甜，阁袂伤害生态。海面上一搭一搭的饼仔当咧饲蚵仔，这是台南北门罗德高渔村。因为地理环境的条件，这大部分拢是用徛饼仔的方式在饲蚵仔。平挂式的养殖就是我们讲的徛饼啊，就是帐篷。然后这个养殖方式，它其实是对环境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养殖方式，不会使用到保利龙。其实饲蚵仔的方式有真侪款，倒饼仔、徛饼仔、铺饼仔。北门商圈理事区英人表示，因在地用徛饼仔的方式搁较够工。不过蚵仔有半工伫咧海水里，半工起来晒日头，这款蚵仔食起来就特别清甜。从放养到采收的话，它大概要接近1年的时间才能采收。然后它一天当中，它其实是有半天是吃海水，泡在海水里面。然后它退潮的时候，它是露出海平面以上，会进行一个新陈代谢。大概在冬天的时候是采收的时间点。然后像端午节到中秋节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养殖2年的那个巨无霸大生蚝采收的季节。罗德高渔村毋但是一年才收成1批蚵仔，伊甚至阁有专门的区域，饲2冬才采收一遍的超大面的蚵仔。因为北门罗德高附近无工业区，水质好，所以也成做南部蚵仔的大产地。记者综合报道。那菱角真有营养嘛，真侪人介意。菱角的品种除了旧2角菱，嘛有4角的。4角菱最近是开始咧采收，农民表示2种品种口感无同，也毋过同款营养。4角菱伫市面顶是真罕得看，因为大部分的4角菱拢加工做成菱角仁卖予餐厅做料理，所以伫外口食到的菱角口感拢较脆，就是因为伊用4角菱去料理。伊口感是2角菱，伊的口感会较好，会较甜。伊4角菱，伊通常拢是摕来做一般人的生理用的，像伊食起来口感会较 Q、较松，但是它的甜度会比2角菱还没有那么甜。4角菱含菱角菱的叶啊，外行的也看会出来。另外，4角菱栽种的时间也比菱角菱搁较早，所以即马会当看到有人咧采收啊。哇，差不多伫咧8、9、10、11、4个月，这是要有顾了有好，你若顾了无好，可能2个月就结束啊。因为搁有足侪病虫害，像福寿螺啊，是一寡蛾吼，伊拢会放迄卵吼，所以伊的长会去互食去。你若是2角菱，差不多会换4角菱1个月。虽然较少看到菱角菱，不过农民表示讲，2种的口感食法拢无同，所以不管是倒一种，拢真好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为着要加强宣传，是专工去找真够讲台语、阁真古锥的阿嬷，这个细汉 YouTuber 来翕影片，宣导交通安全有够古锥，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要提醒阿公阿嬷的是交通安全。细汉囡仔用电灯的台语来宣传过车路的安全，实在古锥阁趣味。台语的小小 YouTuber 阿梦梦，细汉就对爸母来讲台语，伊嘛定定伫咧网络播台语的影片。即摆受到台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邀请，制作即个宣导影片。我是就是爱彩色的，蓝色搭配一寡光光的、布灵布灵的，这配件更较好。
这摆的影片虽然和警方咧宣导的内容甲方式要同，不过透过古早的阿梦梦来表现，互规段宣导是加真活泼。不过，这寡平常时真罕咧用到的台语，嘛需要双方付出真侪心力来沟通。内容差怎么讲？新人穿越到是国语啊，可是那他台语没他讲，跟他一直在联系，包括说在教阿某某，就说怎么样用更生动、活泼、有力的方式呢，达到我们宣导的加成效果。穿色的衫，看起来色拍特别红斑斑。融合台语甲时行 YouTube 风格，若希望会当吸引到少年囡仔的注意，更加是要营造出时势咧斗阵连的感觉，互老大人愈会记得爱注意过车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有一个在地囡仔9档前回乡投入社区营造，伊是改造古厝办活动，过程中是面对真侪挑战，有关是坚持目标。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伫明仔暗7点半，做回来看伊的农村教育网。原本伫台北食头路的陈银芳，9年前转去因故乡台南客家。伊甲古厝规个翻过，打造顶农村实验教育基地，推广在地农村的文化。伫欠资源，也佮有做伙拍拼的东华少年线离开的情形之下，伊也是坚持伊的目标，持续运作。希望这囡仔对故乡会当有更较深的认捌。我们来看看这个不是插香用的，这是我们的点香炉，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我细汉无连接，所以完全无了解。我会讲透过我的这个活动，互因知影讲，客家有足侪无共款的所在。为着兼顾生活甲理想，陈银芳学剪树仔的技术，四界去冒石头。这几年来，陈银芳甲政府机关，也佮有学校等等的单位，做伙推动农事甲文化相关的活动，嘛得到不少在地家长的支持。他这样子一直在推广教育，我们来。旁边人看真的觉得很辛苦，不过问题是，若无人去做这样代志，根本就唔知影讲客家有这个所在让去做，会当去讲做一个教育的推广。虽然这个过程是真辛苦，但因方也是坚持把握当初的理念，互囡仔会当哪学哪做，坚固囡仔对在地认同，嘛毋望有更较侪人投入地方的事务，互故乡会当愈来愈发展。记者吴定宇、吴文良台南报道。今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伫这个月要开始举办，咧恒春屏东恒春的民谣嘛有受邀请伫线顶要办2场演出，要甲恒春的民谣唱互全世界听。大人囡仔徛伫个鼓声前，唱出恒春民谣。民谣的歌声伫果子园、伫槟榔搭拢会当听到。恒春民谣今年受英国爱丁堡艺术节邀请，飞伫个线顶演出。虽然拄着台湾疫情期间，为着表演，不管是92岁阿嬷，也是6岁的囡仔，拢转来练唱。已经关1-2个月去啊，所以当要出来唱的时阵哦，声拢卡卡。可是毋过阮6年几遍啊过，阮拢恢复啊。因为疫情，团员是分批分流练唱，演出思乡记、四季春等等的歌曲，歌词毋但有英文翻译，嘛有白话字，而且嘛甲恒春的风景甲生活拢结合伫民谣内底。咱遮恒春遮的在地遮时代，伊的生命的故事，就是上好的剧本啊。所以就是会用因平常时因的生活。安怎唱歌？有当时有的阿嬷可能包槟榔时，就想要唱歌。恒春民谣捌去美国、日本演出，今年第1摆去英国。虽然14甲21 2场是线顶表演，阿嬷甲囡仔拢足欢喜，嘛希望疫情过去，若有机会会当去英国唱互全世界人听。记者邓家文、罗伟做屏东报道。顶日啊，咱的国家图书馆有收到已经过身奥地利汉学家罗蒂德的所收藏6000多本册。国家图书馆是表示，第年底因会整理好势，到时民众会当去图书馆借来看。一页搁一页，拢是法语翻译，内容是中国原条10曲，
叫诗高字的对话甲唱词，描写春秋时代晋国大夫赵盾去互奸人陷害灭族了后，伊后生大汉替全家报仇的故事。这是1834年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的作品，今嘛就收藏伫咱的国家图书馆。我想，罗志德教授就是马库斯教授，他也很希望父亲珍藏的这些汉学的资料，可以典藏在很重要的图书馆里面。几本册有这个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这个藏书印，也有陈德华先生伊写讲伊1938年吼，捌伫德国柏林遮买中国的这个经济史的这个册。还有一本德国地理学家 Richard Andre 画出中国乌龙江的景致，甲伫咧水头的蒙古山水。参美国传教士 William 伫咧19世纪记录伊眼中的完清帝国，即北中国的天干地支图，上界啥人捌？在欧洲来讲，在汉学研究领域是越来越重要。还有就是说，台湾在用这些汉学做文化交流的时候，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我们就是文化，就是归于文化。已经过身的奥地利汉学家罗蒂德先生，继续送予咱6000多本的收藏。这过程其实经过国家图书馆甲辅仁大学做伙参加速沟通。国家图书馆打算年底就会开放予民众伫咧馆内阅读。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镜头来云林，来关心云林乐庆工业区内底，白料电厂有3座乡土团机组，按算伫2025年的时，要转型做烧天然气的。在地乡亲甲民众、民间团体拢真肯定，严格嘛讲，台塑的石化三厂也有16座气电共生的机组，乡土团的量差不多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的2/3，这部分嘛爱量早处理。云林县乐庆工业区烟筒的烟是冲真大，附近居民是真烦恼。乐庆19座发电机组内面，未料发电厂有承诺3部烧土团机组会伫2025年转型做烧天然气。不过，另外台塑石化3厂的16座气电共生机组是也无计划。煤改气，那我们是肯定这样的方向，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说，它只有申请说3个机组，6000里面。有16个还有16个，3个之外还有16个机组，那为什么只提3个？这么多年，原来我们才知道，这个麦寮6000有一个将近超越中火，这个麦寮气电以及16座气电共生厂就在这里。民团指出，台塑16座气电共生机组烧土团的量，差不多是台中火力发电厂2/3的量。在场的立委嘛表示，应该要积极减碳，除了会使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嘛是企业负起社会责任的表现。长期当然希望它能够一一把这个汰换。那在政府方面，目前我们对于所谓燃煤锅炉的使用，那环保署也有订定加严的管制标准。林管局讲，目前对这16部气电共生机组是用鼓励的态度。无强制要求换掉，但是摆放的标准会当日提悬。业者若是无要换，就要想办法来符合愈来愈严格的标准。记者郭北君、张水台北报道。疫情影响生活，家机关的物资银行就表示讲，防疫期间需要人照顾的弱势家庭，又搁新增加200多户，物资的需求量变多啊，也搁捐物资的人电脑变少啊，所以毋望众人会当做伙做爱心，互相小敬，度过难关。要互弱势家庭的生活物资放入去车内，疫情虽然有较稳定，也毋过弱势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直的。这样物资帮我很大，因为我有时候不用去买那些东西嘛，盐跟米啦，然后饼干啦，起码小朋友都爱吃零食嘛，变成我就变成省很大。想问一下，他的在物质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求？这样子。嘉义县物资银行逐工拢会联络社工，确定县内弱势家庭对物资的需求。疫情发生到大，捐助物资愈来愈少，需要到3工的家庭却愈来愈多。就是我们1个月就要出去30万的物资，所以加上说今年的疫情有再增加200多户的需求，我们的资源就是要再募集更多，才有办法去指引这些就是经济弱势的状况。自6月到即马，因为疫情无头路、隔离等原因的弱势家庭，需要物资银行照顾的有600多户。嘉义县社会局希望社会善心人士会当提供资源予嘉义县物资银行，帮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
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疫情有大大转好，大大稳定，新竹市就特别邀请16个艺术家做伙举办展览。无同款的作品，拢是同款，要提醒大家爱疼惜咱的土地。透过艺术家杨树发的镜头，看到台湾宝贵的海岸资源，无论是已经浸在水内底的庙宇，还是废弃的炮垒，想要提醒大家重视当咧渐渐失去的海岸线。透过很漂亮的艺术作品，反过来提醒我们在所有的经济发展的背后，我们自己对于环境的所造成的一些伤害，那包括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些议题。各艺术家是以收容所的流浪狗做主题，镜头翕的是狗仔，按照死进前的身影，真侪人看了是真唔甘。另外，嘛有利用各地的感测器，透过电脑 AI 的方式，写出美丽的诗词。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做了田野的调查，还有文史的考究啊。那也邀请了16位重要的艺术家，透过步行的方式，来重新认识新竹这座城市。这届展览内容对环境的变迁到科技人文，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希望大家更加珍惜台湾这片土地。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看，疫情也未收煞，出国佚佗即嘛是较困难。英国人嘛，敢若会使伫国内旅游尔尔。英国最近就正时间伫海边仔的小景厝啊，伫这寮仔内底度假。虽然无法度过暝，也毋过会当伫内底啉咖啡、看海，敢若安尼就已经是正上市。5花10色，摆到正精髓，这款细细景仔的厝，是英格兰东部沃尔顿纳兹海沙堡正有名的海边小厝。This is my beach hut. It's a fairly standard beach hut. Most huts have a cooker for making the all-important cup of tea. 49岁怀海德，无爱受水，也无想要落去水的，只爱坐一个厝内，哪看海哪啉茶。疫情发生了，这种家己一栋无个人活，会当保持社交距离的小景厝，是休困的好所在。I can, snuggle in here, look at the view,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really. 这种海边小厝设备真简单，大部分拢无自来水也无电，而且袂当过暗。像淮海岛安尼，是来遮啉茶、开讲、看风景的人愈来愈多。因为疫情封锁，阁无法度出国，英国人开始开发一寡新的国内景点。海边小厝出租业者讲，伫9月之前，因所有厝拢被订满啊。So we've had lots of new visitors who've never been to this particular beach before. Lots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hired a beach hut before. 想要买海边小厝的人也愈来愈多。淮海岛伫咧2008年买这间厝的时阵，只个若开6000英镑，换算代表23万。不过即马起到800英镑，300万代表以上。疫情改变行情，海边小厝也变做房地产的投资项目。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中国的芬兰有一阵枪酷酷行，唔知要行去倒位，这是引起国际上的关心。中国有个专监测小组来观察，这阵枪已经行1300公里。即马伫专家带引之下，因已经行向中国官方安排好势的保护区。若这个工程真无简单，因为这段时间为着要替枪开路，规路有15万人配合疏散。像一只行过元港桥，行向因伫咧南边的车地，和监测人员小可较放松。这阵来自芬兰西上版纳保护区的野象，去年就开始向北边行，今年5月走入去昆明，引起大家的注意。为着要避免像走入去人侪所在对人类造成危险，有关单位成立监测小组，用无人机、远红外线摄影，入面伫咧监控，并且用车动，也佫用实物绳来朝因的方向。敢若是安怎互因过完工，行的方向讲卖偏去，就补13工。验过基检也是达到农作物，或者是走入去命题，也佫有15万人次被迫爱疏散，验过民众拢会当体谅。玉溪对于被象群吃掉的庄稼，村民表示：我们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长；大象如果损坏了就没有了。
为了袂去惊到枪，伫云南有一寡所在民众甚至取消因传统的庆典点火祈福的活动，而且75只枪有一只行到一半时阵，甲大家行无同款方向，走到人较侪所在，尾决定先甲伊麻醉送转去车地，其他14只行了1300公里了，总算转到因的车地。过程中，检测人员70外工拢无休困，伫即段路会当看到，若是要爬行或者是过沟啊，枪母会用片啊伫咧后壁塞枪仔囝，两只细只枪伫咧算野正高水。2个象宝宝非常可爱，它们呢非常贪玩，仗着象群的保护，在沙土中呢经常呢嬉戏打闹，连滚带爬，还用鼻子呢把这个泥土涂到身上，变成小红象。怎么这阵枪已经转到云南较适合的车地，是毋是搁转去西双版纳保护区，或者是向别位行？有关人员会继续监控，希望以后人甲枪之间会当继续像安尼和平共存。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意大利目前受高温吞打，西西里岛出现48度8高温。这款天气是又够热又够大，嘛害火烧山的火势烧袂离。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拢有火烧山的灾情。反气旋罗西法引起效应，使得意大利各地出现异常烧热。西西里岛测出摄氏48.8度的高温，真有可能打破欧洲史上高温纪录。意大利卫生部已经伫真侪区域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戒。Yo miré el tiempo y esperaba calor, pero tanto a lo mejor no. Esperábamos menos. O sea que bueno. 高温加上干燥的天气，助长野火炭烧，在一起西西里岛上的小镇传出森林大火，山头拢是红色火光，消防人员透暗的展开拍火工作，甚至出动7架直升机来拍火。隔壁希腊过去1礼拜受到野火威胁，必须数十个村庄甲上千人脱离家园。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经出动上千名消防员拍火，同时大约20个来自欧洲甲中亚的国家，也出动直升机甲人力前进希腊。这也是讲是欧洲史上规模上大的消防救援行动。I'm feeling European because now, as you can see on the apron, you have Croatian, you have Spain aircraft, you have French aircraft. So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is a great support for all the countries. 泛地中海国家和野火吞塔，位伫北非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卡比利亚山区也传出森林大火。消防员还未到进前，村民提手机，家己接水，想要拍火。为查到以来，这个国家发生几啊件的森林大火，已经造成65人死亡，包括28名协助救灾士兵。对此，当局决定展开3天的全国哀悼。另外，突尼西亚也同款出现摄氏49度的高温，传出至少15处野火灾害，不过还未传出有人员伤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雨，大台北地区热对流发展会较旺，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过到了后的西北风强降会不遮大阵，乡亲爱细致。若花莲、台东、南投有到黄色的高温灯号，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一定要加啉水，唔通着伞。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是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有19度，上悬是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